西山太能正，我沉晒船啦！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麻甩老師啊。OK， 今堂我哋繼續講柳宗元沉船嘅故事。第一段最尾嗰句，未始知西山之怪德，就係承上啟下，承接翻柳兄以為自己已經玩轉成個永州嘅岐山易水，然後再開啟下文。原來佢仲漏 Q 咗座真命天山啊！第二段一開波就講咗自己坐喺個法華寺西亭上邊，先見到對面有座咁能正嘅西山。點解之前未見過嘅？好 Q 有神秘感啊！即刻上一上先。跟住柳宗元就命令僕人渡過湘江，沿住堰溪一路行，一路上要斬灌木、燒茅草、攀山涉水，先上到呢座西山。你睇今次同佢之前漫無目的嘅遊蕩幾咁唔同，佢仲要攀援而登先上到去啊！側面襯托咗西山有幾咁險峻啊！我思疑呢條友係 M 底。好啦，跟住上到去就開始寫山上面睇到嘅景色啦。作者上到西山之後，俯視山下，見到晒隔籬州份嘅土地一目了然嘅高下之勢，哈然嘩然，若跌若躍。就係因為西山嘅高，所以附近一帶嘅山都變到好似小土堆同埋蟻洞咁細，同埋起起伏伏，襯托出西山有幾高。呢度有個重點位嘅。其實柳兄背後想講啊，西山就係自己。西山雖然超群突出啦，但係就俾世人忽略啦，就好似柳宗元一樣，一直都冇辦法喺朝廷入邊一展抱負啊。佢話西山不與陪柳為類，即係話西山同其他小山丘完全唔係同一類，表達出自己特立獨行，不與世俗同流嘅高尚情操。好啦，睇完山下邊嘅景色之後，而家佢就望下周圍西山壯麗壯觀、高聳入雲嘅景色，令作者樂在其中。之前係永州遊歷嘅時候，頹然就醉，依家就隱傷滿着。睇得出個心境都唔一樣，一個就借酒消愁，一個就真係享受。之前嘅山水漫無目的，輕輕鬆鬆瞓完就返歸，一啲留戀都冇。但去西山玩到黑媽媽都唔捨得走。之前一直以嚟嘅憂懼不安嘅心靈，終於都得到洗滌，感覺到天人合一，物我兩忘，與大自然融為一體。柳兄受到莊子嘅道家思想啟迪，終於頓悟到，原來今次上西山先係遊歷嘅真正開始。咁所以點解呢篇嘢叫做始得西山宴遊記啊？即係話今次遊歷咗呢座西山，先係柳兄嘅真愛，先係初戀，先係第一次。以前嗰啲岐山易水都只不過係逢場作興，拍下散拖啫。難得遇到真愛，所以柳兄呢就特別記述今次嘅歷程，寫咗呢篇嘢出嚟，搞到大家溫到死死下咯。